堪布还有我们翻译的作者还有我们仁波切，还有诸位法师。诸位各传的大德，还有诸位居士那个很感谢主办单位呢邀请我来去到南溪那么遥远的地方那来到这里，但他来邀请我的时候，我立刻就答应了。这个应该我的来这里出席呢，我想象中的缘起应该是我跟达赖喇嘛尊者老人家的2次会议因缘从这个因缘再连接到台湾来办这个活动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我在20多年前第一次到达朗萨拉参加藏传佛教主办，那也是3大系的这个戒律会议。那个时候有道海律师，有日常老法师。那么第2次呢，我又再参加大概隔了5、6年，我到法拉纳西那就是我们的法拉纳西的大学那里那参加。我先听了十轮金刚的这个达赖喇嘛尊者的演讲讲说3天，那头头尾尾跟着一起吃那个烤饼喝奶茶你知道的是这样，还要记得吃烤饼的时候要喝一点奶茶溶解一下，我也学了我也亲自去看了当场原汁原味怎么我们藏人同胞怎么样做烤饼是那个样子是，所以这种感觉非常好，一直记得到现在。所以堪布来的时候呢，我觉得应该是一种连结。这种连结呢，首先要致意于要深深的感念、感动，也感谢我们藏传佛教的所有大德、僧俗大德。诸位很辛苦的离开了自己的故乡，到了全世界去，全世界有各种的赞美，跟诸位坚韧修行的样态呢，我一直都注意的。其实我自己修过破瓦法，3天之内吉祥草就插进去了，所以也不错了是这样那所以还要每一年送1次长寿法，对吧？那我都在修是这样。还有一次是竹谦嘎举竹谦法王在宜兰办的白教的天传净土法门，我的法本都还在我也发现我在演讲当中我也发现了那个法本的内容跟我觉得有没有机会再翻译第3部法华三昧忏呢的内容的2/3一模一样，的格局一模一样，那真是太令人感动，也太令人惊讶，是这样子，真的值得翻译。我们要不要合作一下？可以好。这些经历都可以让诸位理解到，我今天来的时候其实是非常 excited。非常的感动，也非常的有感觉。什么感觉呢？我们3大系真的没有在各自过日子的空间了。美国皮尔研究所他说，2030年左右，回教徒增加到近30亿，耶教徒呢大约28亿。到25亿之间，佛教徒减少了将近2亿，只剩下3亿不是思忆、回忆跟记忆不是，是只剩下3亿多到4亿之间。皮尔研究他是有他的理论的，所以他把这样子的结果给了联合国，所以有人是在联合国的资料当中看到。我也常常跟我们的净耀长老讲，他也很紧张。这是我们3大系共同的问题，不是藏传、北传、藏传的问题，所以我们真的要手把手。在那2次国际达赖喇嘛主办的那2次会议当中，喇嘛尊者几乎从头做到尾，他就坐在我正前方，
他还直接告诉我了说，戒律要研究呢。他说他老人家从东边飞到西边一直在吃，然后从西边飞到东边什么都不能吃，因为天没有亮。那个过午不食的问题，他要怎么办？他说我老人家了，如何，他有说到这样的事情。所以老人真的他不是过场在谈一个活动而已，他是真的要面对问题。那这个事情我记忆到20年了，所以今天有机会来，您说让我讲5到15分钟，有这样是这么长吗？真的这样吗？那当然我不会耽误大家，我只是要把这个情绪传递给诸位。演讲者不一定讲内容，讲一种情绪，这个情绪是喇嘛，他太清楚这件事情的严重性了。会议结束之后呢，我被他邀请啊，荣幸啊，被我啦，长老呢一起邀请到他的他的寝室，您知道的，他的寝室内呢坐了2位美国的 philosophy 的doctor， 就是物理学博士啊，我刚刚也是物理系的哈，那么他们就在谈关于量子纠缠，那个时候还没有量子纠缠，量子化的观察呢，跟心性的差异。那这个刚好是我大学时候写的，我们大学不一定要写论文啊，但是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写了一篇论文，就是属于量子力学跟心灵关系，所以我们就聊起来了。达赖喇嘛从头听到尾，他一点都不厌倦，我们完全感受到他深深的意念着人类在面临的最高知识的无知、无力跟无能、无在意这3个事情，无知、无力跟无在意这3个不一样的。无力是他没有能力理解，无知是不知道它的重要性，不在意这才从可怕。他认为佛教 nothing， 这才是问题。所以我们都意识到这样。接着他还让他的文化部长带我去看他怎么离开中国大陆的那位护法神庙。我与有荣焉，我永远忘记不了。有一天，我要把这个感觉告诉诸位。我们不能停止，我们不但不能停止，我们要加紧努力。我们不但要加紧努力，我们要有感觉，我们要被水淹死的这种恐惧。所以我对于您的这样的努力，致以至高的谢意跟敬意。最后，我要赞叹我们藏传佛教您在世界各地所做的一切事情。同为大乘佛法，汉传佛教心中念念想要做的，其实正是藏传佛教现在正在全世界做的。您的翻译，您的文化沟通，您深入到各个所旅游或者叫旅居的当地的地方，您的深入到当地文化，并且很谦卑、真实而努力的进入到跟当地文化的互相交流，这不就是大乘吗？刚刚我们的堪布从头到尾，我真怀疑他是不是台湾长大的。中文讲得这么好，汉言呐，我欠栽培，藏文讲不了2句，英文也讲不了，也是很破烂。我到欧洲去大学演讲的时候，我还努力带了一位比丘师父帮我翻译，实在我够落亏。我去德国、法国、英国，还有比利时的大学，他要我讲一个题目，就是说，汉传台湾的宗教融合，为什么我看你们常常跟神父在一起？跟道士在一起吃饭，他有理解我们，所以我们进一步的要知道，全世界都在期待着宗教能够为这个世界带来怎样子人类难以解决而迫切需要的和平问题。这已经不只是，谢谢。这已经不只是我们佛教内部的问题，这甚至于是全世界范围的问题。而全世界的所谓超级强国的领导们，他们其实心里明白，无能为力，他们需要借助世界3大宗教的力量。我们要意识到我们的责任。
这又是更加的淹没了我们的鼻子。我们不是天天在唱“众生无边誓愿度”吗？啊，怎么度？所以我再次的，我非常 excited 的表现出对于今天您所办的会议的意义的深远。最后呢，我也趁着有录影吧，好，有录影，那我就要讲了，跟我们的刚刚的理事长呼吁，跟整个台湾佛教的呼吁。我进出中国30年。他刚开放我就进去了，我在那里支持了4个佛学院，汉传佛学院。最后近10年我就不敢再进去了。我说叫做不敢 ，OK， 不敢，因为他们也壮大，他们真的很优秀的人才很多，但是要寄望他们现在对全世界发挥汉传佛教的影响，目前稍嫌太早。我自予尊敬，我也自予期待。但在这里，我借由这个场地，您刚刚讲得很谦虚，您站在这里说，您参加了斋僧，都看到了40岁以上的出家人，这无非在说汉传佛教不努力，这是真的，需要由您的嘴巴说出来。我内心痛苦，但失败的人没有权利哭泣。汉传佛教，你号称2000年，汉传佛教你又号称印度之外大乘佛法的故乡，然后现在两岸是主要汉传佛教传递的地方，而对岸基于现在的因缘，他们暂时蹲下来，对全世界范围的影响可能还没办法太发挥。那么台湾你准备好了吗？台湾你意识到这样的重要性了吗？台湾你知道自己要做些什么吗？我是指汉传佛教，看看人家藏传怎么做，看看人家南传怎么做。现在门关起来，没有必要说这些话被别人笑。大慧法师，努力一下。明光法师，你有责任。这是汉传佛教一个小小的比丘，出家39年，对自己汉传佛教的母体所诱发的呼唤。我只是借这个场合来想要唤醒。我们现在也在努力的办儿童、年轻人、大学生、青年人的活动，讲白了，就是要用各种方法。我连街舞我都到台北车站去跳了，还能怎样？佛光山的比丘尼，他捐了我2万块钱，告诉我法师，我捐助你到台北车站去办活动，但是拜托你不要再跳街舞了。我说我也没办法，我粉墨登场只是为了吸引年轻人，或许这样不对，或许这样没有意义，或许这样一点效果都没有，但是如果我不做，我什么机会都没有，是不是？所以汉传佛教真的要努力的走出来，意识到我们今天佛教在全世界的责任是什么。尤其是作为地主的汉传佛教，我们更应该在各种意义上呢，赞助、支持、赞叹，甚至于协助藏传佛教跟南传佛教在台湾的好好的发展，是不是？虽然在这里汉传佛教的人不多，但是有录影下来，我就可以讲一下这个事情。我拜托诸位居士们，我拜托诸位的大德们，我拜托诸位佛教界的大德，站在重要的行政工作上面的人，您把心量打开，您把心界打开，看看这件事情，这是全世界之福。世界的各派的宗教、各传的宗教，如果能够结合着、凝结成一股力量，那么佛法无边誓愿度。
众生无量誓愿度，佛法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我们就真正实践了起来。一只脚立不了一个顶，3只脚才立得了一个顶。最后呢，我再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为了要让宗教的力量极大化，我现在又在做一个跟神明教沟通教育的事。因为你知道神明教曾经他们有小孩子到校园里头去杀人，报纸怎么写呢？那是混公庙的。我们知道我们的第17世大宝法王，他说我们的关公，台湾华人的关公也是护法神。我们也从中看到了藏传佛教对于汉传佛教的一个容受跟理解，而所谓的关公其实就是台湾的神明神主啦。所以呢，我现在为了要极大化宗教力量，我也找天主教、基督教、神明教。我才刚刚在这个圆山饭店呢，对780个民间信仰的人，告诉他们怎么发菩提心，怎么注意自己宗教的意义价值。我知道时间到了是吗？好，那没关系，到了告诉我。我最后说明了一件事情，我说神明教你们在台湾是大宗，可是如果你被认为混公庙的整个社会知识分子、新闻、政治人物，对于混公庙的这4个字毫无反应，也就是默然接受的意思。这样子，严居士，你那里拜妈祖拜什么？你也是混公庙哦？怎么会用混公庙来看待我们的神明教，看待我们的关公妈祖信仰呢？我们又意识到台湾社会对于宗教的一定意义上的误解，不叫仇视，叫做害怕以及污名化又存在了。这又是汉传佛教您的责任。作为佛教最有思想意涵也具有包容性的佛教，您对于神明信仰本来就具有一定先天的影响力，请您在内部的结合当中也要进行对神明教的关怀。好，以上我再次的说明，诸位请将这个讯息传递出去。无论出家，无论在家，无论南传、北传、藏传，我们都面临着全世界急切的需要，甚至于佛教内部的需要，以及外部的各宗教融合的需要。我们已经没有时间在等待，我们已经没有时间在误会，我们已经没有时间在互分彼此，我们要凝结在一起，拜托大家了，谢谢。na